大家好，我是王品豪，我是周英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丁。我伫人生要顺马内底演的是听汉。我感觉听汉就是一个较会晓过生活的人，就是一个宅男。啊，毋过听汉就是哥哥为着爸爸的一寡理想，想要买厝。阿爸要买迄间啊，要买啊。我所以这间有啥无好诶？而且阿爸为着要买厝，结果咧，买大就家己去大啦。我其实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阵，我感觉听汉就是一个叫阿兄成歹的人。啊，毋过我后来感觉听汉其实有一寡足大心的所在，足有印象诶。我感觉是甲刑期咧拍篮球的时阵，真正足悬的，悬到我入去袂出来，要翕啊，我嘛是咧带。我到即马拢是足有印象。你知道为什么暖暖包那么多人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很多铁粉。就是我们等于算是在寒流里面拍外景嘛。哦，一竿风有够透，就是很冷，然后身上还贴暖暖包这样。好来喽！哦，我刚才皮水都被流出来了。啊，当演员的辛苦的地方，我伫人生只出不卖内底咧是着学生教授。啊，教授是充满理想，伊会希望讲咱大家吼拢有厝通好住，厝若买袂起的至少嘛洗会起厝安尼。听显是我的学生啊，嘛是我足器重的一个囡仔。阮两个关系敢若亲像爸仔囝，我甲生活交予管理。在戏内底，阮阁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。你讲的逐项代志，我拢甲你回信咧。易峰这个角色呢，是日月公司的大头家，嘛是星河公司的对手。对听迄甲刘教授来讲呢，有当时啊会感觉我一点点讨厌，啊大家拢讲我是歹人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毋是呢，只是咧做工课的时阵，阮目标较无共款的呢。不管是星河也是日月，大家拢是安尼拍拼做工课，赚辛苦钱。啊，我甲刘教授之间的关系哦，真复杂哦。当然一开始阮是对手的关系啦，啊，毋过伫后壁呢，会有一寡你想袂到发展吼，真好看。安尼你大家都爱记啊收看，就知影会安怎变化。现在大家拭目以待安尼。